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投資最容易嘅頻道。嚟到4月份美元定期存款呢個月嘅重點繼續圍繞喺關稅。當美國暫緩同其他國家新嘅關稅政策之際，美國同中國嘅關稅對壘仍然打到如火如荼。喺而家呢個新嘅格局下，全球貿易定必會重構。全球化玩咗20-30年，而家似乎開始行去另外一個方向啦。喺呢個新嘅關稅政策預期底下，而家有兩種嘅說法，其中一種就係因為關稅上升，所以進口物價亦都上升，從而導致通貨膨脹，因此之故就要加息去壓抑呢個通貨膨脹啦。但係另外一個說法呢，就正正相反，因為啲嘢貴咗，大家需求就會下跌，用少啲或者用耐啲先換，所以喺需求下降嘅情況下，經濟就會下行，然後就會通貨緊縮。喺咁嘅情況下，就需要減息去刺激翻個經濟。而家好明顯市場就係呢兩方面喺度角力，究竟最終會係點樣發展呢？我哋都拭目以待啊！睇翻聯邦基金指標利率仍然維持喺4.25% 到4.5% 呢個區間之中，但係市場而家傾向預期今年減息嘅速度又會快翻。大家會睇到個表啦，去到12月最後一次息，同而家呢有1厘嘅差距。市場而家就預期由6月開始減息，會減4口，總共期望呢就會減1%。而家政策改變之快呢，呢個月可能預期減息多啲，下個月就會講翻相反嘅說話。短時間美國息率呢應該都係好波動嘅。睇翻基礎數據，第一個睇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已經連續跌咗2個月啦，由高位3.0%去到而家2.4%。另外再睇 PPI 生產者物價指數，同樣啦都係連跌2個月，由3.5% 跌到最新一期公布嘅2.7%。最後睇埋 Core PCE 指數，對上半年大部分時間都持平喺2.8%，除咗喺2月曾經落過2.6%，跌0.2%，其他日子咧大致上就持平嘅。睇翻呢3個數據，全部都高過2%，因此之故，聯儲局可以話因為啲指數慢慢回落，所以咧就可以減息。但係倒翻轉，聯儲局亦都可以講，全部指數都企穩2% 以上，咁唔減住都仲可以。另外同大家睇翻同息率相關嘅美債債息，同2月2個月前相比，短債債息係有上升嘅，而中期債息咧明顯有回落。但係再睇翻超長期債息，大家見到其實有升翻嘅。另外下一樣要睇就係美匯指數。喺對上2個半月，大家見到由高位接近110，落到而家差唔多1年低位啦，99.33，高位落嚟超過10%。美匯指數回落，大家體驗最直接嘅就係去旅行，你會發現咗唱外幣咧就會唱少咗啦，因為港幣跟住下跌。基本資料大家有啦，咁我哋而家一齊睇下銀行嘅美元定期存款而家做緊幾多。近期市況波動，對於好多人嚟講，可能係危，亦都可能係機。無論點都好，開個戶口賺呢個迎新禮品都係唔錯嘅。呢一期透過投資最容易專屬連結經 Money Hero 成功註冊有效嘅 VBLUE 微牛證券賬戶，累計存入少少地1萬蚊或以上，或者8萬蚊或以上，並且維持資金60日，就可以攞到嗰一個階段嘅 Money Hero 獨家獎賞。呢一期佢升級咗禮品卡，或者購物禮券或者現金券嘅金額就去到3000蚊，但係呢個有名額限制嘅，都係300個，大家可以留意翻啦。暫時最新呢，剩餘名額仲有250份，當然仲有其他獨家獎賞，睇下你自己揀邊個啦。記得大家留意翻活動時間去到4月24號嘅，要申請，大家可以撳翻資訊欄個專屬連結啦。同上一個月比較，大行嘅美元定期存款利息呢，普遍就冇乜點變。但係細行就有啲驚喜啦，有啲細行利息就有上升。先睇第一間工銀亞洲全新資金定期存款推廣，推廣日期去到4月30號，以全新資金到分行開立98日、188日定期存款就有以下特惠年利率。如果你係工銀財富或者理財金客戶，美元存款10萬或以上，98日有4厘，188日有3厘85。如果你係工銀財富、理財金、理財 E 時代或者綜合客戶，存款金額15000美元或以上，利息98日3厘9，
188日3.75厘，就會少0.1%。另外，如果係網上定期存款，美元15000到10萬以下，3個月3.85厘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.3厘。如果你嘅存款額再多啲，去到100萬或以上，利息就會再多0.1% 到0.2% 不等。第二間，匯豐銀行美元新資金定期存款優惠年利率。如果你係匯豐卓越理財專上客戶，存款金額2000美元或以上，3個月、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.3厘。如果你係匯豐卓越理財客戶，利息都有一樣。另外啦，如果你係匯豐 One， 3個月、6個月3.5厘，12個月3.1厘。匯豐喺官網嘅利息呢已經2個月冇改啦，可能嚟緊好快會改，大家要留意翻啦。第三間，中銀香港新資金特優定期存款，美元存款3個月3.6厘，6個月3.4厘。呢個係私人財富或者中銀理財有嘅利息。如果你係自營理財或者自助理財，就會利息低0.1%。第四間 Citibank 美元全新客戶定期存款優惠最高4.2%。第五間大眾銀行香港美元定期存款3個月3.8厘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.5厘。大家會睇到啦，短時間存款利息咧都幾好啊，1、2、3個月都有3.8厘。第六間富邦銀行定期存款不論新舊資金美元65000或以上，3個月4.1厘，6個月4厘，12個月3.95厘。呢個係用富邦 Plus 手機應用程式開立指定定期存款就有呢一個年利率啦。如果你落分行做定期存款，最少存款金額港元100萬或美元128000，3個月3.8厘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.65厘，咁就會低少少嘅。然後到第七間恒生銀行網上美元定期存款2000蚊或以上，3個月3.8厘，6個月3.7厘。如果你喺分行或者電話理財，就有機會低0.1到0.2% 不等啦。第八間渣打銀行由即日起到4月30號，你可以透過 SC Mobile App 或者網上理財，以新資金開立定期存款，就有以下特惠年利率：美元新資金2000或以上，3個月3.5厘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.3厘。另外，佢有高息馬拉松活期存款戶口，美元存款分3個階段，由開戶日期起計，去到6月1號有3.4厘，6月2號到7月1號有3.5厘，最後7月2號到7月31號就會有4厘啦。第九間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繼續佢嘅逾越珍惜儲蓄戶口，美元高達3.5%。咁我哋睇翻最低存款金額美元1萬蚊。第一個月1.5%，第二個月2.5%，最後第3個月就有3.5% 啦。然後到第10間星展銀行 DBS 新資金美元6000或以上，3個月3.75厘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3厘。如果係現有資金同樣存款金額美元6000或以上，3個月3.7厘，6個月3.65厘，12個月2.95%，會比新資金低少少0.05% 左右。如果大家有閒餘資金比較多，就可能考慮 Interactive Brokers 認透證券啦。雖然佢唔係銀行嘅證券行，佢提供嘅利息都相當唔錯。你擺嘅錢喺 IB 入邊，頭嗰1萬美元係冇利息嘅，但係如果多過1萬有剩嗰啲呢，就會有基準利率減0.5% 嘅利息。而家最新利率基準利率4.33%，減完0.5嘅，咁維翻都有3.83%，相當之唔錯嘅一個利息。呢個表就大概睇你有幾多帳戶現金餘額。舉個例，如果你有5萬美元嘅話，咁你同時間 Net Asset Value 過10萬，咁你拉翻勻就會有3.064%。如果你嘅銀碼去到10萬美元嘅，咁 Net Asset Value 又大過10萬，咁你會有3.447%。簡單啲講，如果越多餘額嘅話，咁你越會趨近於3.83% 利率啦。例如而家市況好波動，又未諗到買咩股票，可能擺喺度咁都收到息，咁都算唔錯嘅一個選擇。開戶連結我放喺資訊欄，大家有興趣可以撳入去睇下。第12間東亞銀行網上美元定期存款
3個月3.7厘，6個月3.5厘，12個月3.2厘。呢個係新資金嘅利息。如果係現有資金，就會低0.05%到0.15% 不等。第13間招商永隆銀行，美元存款，如果你係5萬蚊嘅話，3個月3.9厘，6個月3.75厘，12個月3.5厘。佢比上個月利息加咗嘅，大家要留意翻。第14間中信銀行國際，網上嘅外幣存款優惠，最高美元4.05%，但係呢個係2月底嘅利息，3、4月咧暫時未見到有更新嘅。然後到第15間大新銀行高息美元定期存款，如果係存款金額港元20萬到50萬樓下，3個月3.8厘，6個月3.4厘，12個月都係3.4厘。如果你嘅存款額去到500萬或以上，存款期3個月4厘，6個月3.6厘，12個月都係3.6厘。幾時都係嘅，錢越多，你可以賺嘅利息亦都越多啦。最後同上個月比較，我哋睇翻美國國債息率，3個月期係有上升嘅，但係6個月期同埋12個月期利息咧就下跌。另外睇翻大嗰幾間銀行利息基本上冇乜點變啦，但係細嘅有2間，例如招商永隆同埋大新，今期個利息咧係有明顯上升嘅。大家去睇翻呢個表，因應翻自己個需求，去揾翻自己啱嘅定期存款優惠啦。呢個月美元定期存款講到呢度啦，下一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